贞观3年，刚登基不久的唐太宗李世民求贤若渴，举办贡院科举。考生一旦中举，便如鲤鱼跃龙门，一时间天下万千学子跃跃欲试。求老天保佑我儿这次一定要高中啊！祖宗保佑，这次可一定不要再落榜了！昊天大帝保佑，三清保佑，佛祖保佑，保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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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谁家小娃？怎么到这儿来了？这里可是贡院，小娃你快出来！小娃大人在哪儿？赶紧出来把他带走啊！这可是杀头的地方！肃静！共事场合你们吵什么？大人，这儿有人捣乱，我倒要看看哪个吃了雄心豹子胆的，敢来这里捣乱。在古代，科举是穷人改变命运的唯一方法。陈安穿越而来，家境贫寒，母亲先亡，而我只是7岁幼童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帮不上什么忙。好在邻里帮助，拿着吧，拿着吧，谢谢大家，大家已经帮我很多了。小娃他娘，你就拿着吧，给小安补补身子，拿着啊，谢谢。大妹子，小安，这兔子你拿着，让你娘给你炖汤补补身子啊。嗯，好。小安，有时间我带你去县里玩。我跟你说，县里可好玩了。这试毒之前，邻里之恩不得不报。这次科举一定要中，这样才能改变自身命运，回馈乡邻，让母亲过上好日子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一个7、8岁的稚儿，怎么排在考生队伍？小童，你是哪家的娃？我叫陈安，今日来此参加科举。什么？参加科举？是的，这是我的贡士举荐书。竟然是江陵大儒张川南的举荐信，他可是县令大人的座上宾。不过这小娃娃也太小了吧？小娃娃，你多大了？家在哪儿？我今年7岁了，家住江陵县外的西山村。小娃，你等等，我去向县令大人汇报一下。你说什么？一个小娃娃来参加贡试？禀告县令大人，那个小娃就是这么说的，这是他的举荐信，请您过目。确实是张川南的笔迹。难道他最近新收了一个弟子？本县没听他说起过呀。啊，大人，可否给下官看看？陈安，7岁，哼，还真是个7岁的小娃娃呀！不可思议，太不可思议了。也不算太离奇。遥想秦汉时期，孔融3岁让梨，文姬6岁谱曲，曹植7岁作诗，甘罗12为相。大人，难道咱们县要出个神童了？神童？新皇登基3年，求贤若渴。若当真如此的话，那可是无比闪耀的正气呀！去，把那个小娃领进来，让本县看看。诺。哎，等等，怎么了？大人，您是今年主考官，私下与世子会面不妥呀。县城言之有理，那就等考完再说。去把小娃娃领进来考试。诺。来人，大人，去张家找张川南，让他在贡试结束后来县衙一趟。诺。这个老匹夫啊，新收的神童弟子居然还瞒着本县。诸位按顺序入座。小公子，来，你坐这间小屋。谢谢。这哪来的小孩，跑到这里来干什么？ 7岁小孩跑来参加科举，古今未有啊！
估计又是世家少爷来刷名声的吧？哗众取宠。时辰到。怎么？你说本夫子新收了个弟子？老夫子，陈安不是您新收的弟子吗？陈安？昨日陪我一起的那个小娃娃叫什么名字来着？那个小娃叫陈安，他家住在西山村，他的母亲租了咱们的田地在耕种。昨天老爷您和那孙夫子正在对弈。啊，不对，夫子，您这步棋不应该在这里。哎呀，夫子，你好笨啊！哎呀，小娃娃，你轻你上吧。我上就我上，棋给我。哎呦，可以呀你。哎，来吧。哎，对了，如果我这把棋赢了该怎么办？你赢了，你要能赢，我把这杯酒一口干了。好，君子让头局，二局我可不让你啊。嘿，哟，这不可能啊！这怎么？好棋呀这！哎呀，夫子，您输了，喝酒。来，好，喝酒。来，喝酒。老夫还就不信了，能输给你个小娃娃？再来。哎，倒酒。哎。又输了。你又输了。喝酒。我不服。接着下。原来是他呀！不过老夫只是送他一本启蒙书，并未收他做弟子啊！老夫子，陈安不是你新收的弟子吗？没有啊。出什么事了吗？他拿着您亲笔签名的举荐书去宫院参加科举了呀！什么？参加科举？还拿着我家老爷举荐书？这要是闯了祸，咱们张家可就完了。不可能，我从未写过什么举荐书啊，而且我也不会推荐一个7岁幼童去参加科举考试啊。你是不是在给老夫开玩笑？张夫子，您是县令大人的好友，我怎么敢拿这件事情开玩笑呢？他真去考场了？是的，夫子。哎呦，祸事了！你没事吧？快备车去宫院！什么人？擅闯宫院者上！我没写什么举荐书啊，我也没让7岁小娃破坏科举啊，我没有，我。哎呀，完了呀！我张家要大祸临头了！恭喜啊，大人！看来咱们县要出一位神童了。同喜呀！7岁孩童考科举，还真是闻所未闻啊！不如我们一块儿去看看他如何答题。好主意，本县也好去看看。请。这。小家伙，快起来考试啊！再不起来，时间来不及了。哎，他醒了。
这，哼！堂堂宫院，帝国苛刻，是拿来给他睡大觉的吗？大人不可，此乃科举，依照规定，主考官万不可与考生接触。若是被人告到知府那里去，恐怕会是将官减职啊。要不咱先行告退吧。哼，庶子不足为谋，就这还神童呢？哼，你在这里死死地盯着他，一旦发现任何不当，立刻拿下。诺，我们走。我倒想看看这小娃能睡多久。这小孩竟然还在睡，恐怕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闯了大祸了吧？现在知道努力还为时不晚，也算孺子可教。哎，县令说的对，这是什么神童？简直庶子，不足为谋。哼！难道小娃正式开始考试了？现在才开始努力，有什么用？距离考试结束也没多少时间了。诗赋篇以农为题，作诗一首。农吗？我想想啊，选前诗的哪首诗好呢？一个简简单单的诗赋题就让他呆住，就这水平还想考科举？呵呵，还是回家玩泥巴去吧。哎，有了，就选这首。小娃娃开始书写了。报！禀县令大人，您的好友张川南大人正在门外求见。本县正在监考，不便离开宫院见客。他又说何时见我吗？他说，他说，犹豫的成何体统？说呀！他说没给陈安写举荐书。什么？岂有此理！小小稚童竟敢假冒举荐书参加科举！立刻将他驱逐出宫院，并通报全县，永远不许他参加科考。诺。这是7岁小娃做的事，这小娃肯定是神童，将来定非池中之物。我得赶紧向县令大人汇报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县令大人让我把那个不学无术的陈安给驱逐出去。陈安不学无术，难道不是吗？这就是陈安吗？我现在就把他给驱逐出去。哎，等等，你看他的试卷，一个不学无术稚童的试卷，有啥好看的？我的天！哎，嘘，现在考试呢。这是一个7岁小娃娃能做出来的诗？不是他做的，难道是我做的？这小娃肯定是神童，将来定非池中之物啊！你在这儿等着，我现在就去禀报大人。去吧去吧。哎，不对啊，禀告县令大人不应该是我的戏份吗？可恶，又被这个浓眉大眼的给截胡了。大人，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啊！禀县令大人，是神童，真的是神童。什么神童不神童的？让你驱逐那个小娃娃，你驱逐了没有？大人，不能驱逐啊！陈安刚刚答完师傅卷的考题，他肯定是神童。他是神童？那你说说，他做了首什么诗？回大人，全诗如下：
除什么？说呀！那个大人，属下太激动了，一时忘记了。但属下发誓，绝对是神童，绝对写的是千古流芳、名垂千古的好事。千古流芳，名垂千古，就凭他一个在考场睡大觉、假冒举荐书的小娃娃。大人，你要是不信，亲自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哎，去就去，本仙倒要看看这个数字还能长出什么幺蛾子来。哎，大人，您这是？哎，这个混账东西说那个7岁小娃娃做出了一首什么传世经典的诗。7岁小娃娃能做出什么好事？我是不信。我也不相信，所以打算亲自去看看。如果发现他是胡编乱造，定然不轻饶。好，要不咱一块儿去？县令大人，7岁娃娃参加科举，如此奇事，我等也想长长见识。那就一起去看看，这小子还能闹出什么笑话。行。好了，宝宝考完了。唉，怎么这么多人？正好，主考官也在。县令大人，我要交卷。交卷？现在时间还早，你确定不再检查一遍吗？不用了。果然，他就是个不学无术的小娃，想来做不出什么好事。罢了，只要不违背大唐法律，一个7岁娃娃想滚就让他滚吧。科举可以提前交卷吗？这个历史上好像没有这个先例，不过也没有明文规定禁止。要不还是您拿个主意吧。小子，你确定要提前交卷？本县提醒你，等会儿本县要检查你的试卷，如果发现你是胡乱作答，有扰乱科举之嫌，本县不仅要治你的罪，还要治你全家乃至你全村人的罪。大人您放心，您随便检查。就是我现在能走了吗？现在嘻嘻哈哈，等会儿看你如何笑得出来。滚吧！谢谢大人，我走了。我要回家了。宝宝考完了，要回家了。拜拜了，大家。这个庶子真走啊，他就不怕本县治他的罪吗？可能他觉得自个考得很好吧。进入考场就开始睡大觉，答题时间不超过1炷香。他要是考得好，那咱们江陵县岂不到处都是神童了？大人，要不咱先看看他作答的如何？也好，早点看，早点处置这个目无王法、胆大妄为的小娃娃。大人，下官也想看看。我先看。您先。刚才是你说那个小娃的诗作一定是传世经典的吧？如果是，升你职；如果不是，后果自负。这上次的戏让你给抢了，这次我必须抢回来。小陈安肯定是神童。大人，我和你赌。好，既然你喜欢赌，一会儿就等着和那个庶子一起被本官革职，打入大牢吧。好，本县倒要看看这个小娃的诗作如何千古。我去！我去！大人，您这是怎么？悯农，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粒粒皆辛苦啊！好诗啊，好诗啊！大人，您此诗一出，足以流芳千古啊！这小陈安确实是神童，千古小神童啊！哎，大人，您这是？
我要去见一见那个小娃。他不仅是我们江陵县千年难得一见，甚至未来有望登顶文坛魁首的神童啊！哎，大人，您忘了吗？这个小孩已经交卷离开了。谁允许他离开的啊？万一错过这个神童怎么办？大人，是您啊！啊！从现在起，你就是曹长了。谢大人。我观小娃衣着应是乡野穷苦之人，他此次归家路途遥远，你带几个人护送小娃，一定让他安全到家。顺便查查他的身世来历。是，大人。还有，告诉西山村村政，西山村村民培养小神童有功，减免3年赋税。是，大人。诸位，一起欣赏小神童的杰作吧。好。哎，早已心痒难耐，迫不及待。好诗，好诗啊！大人，你果然说得对。这诗一出，必定会名垂千古。到时世人不一定记得我等，但一定会记得此等佳作呀！这首《悯农》绝了！别说我等做不出来，恐怕连太学院的大儒们也做不出来啊！哼，太学院他们那群人，恐怕连小神童千分01都不及啊！先前本县还质疑小神童的身份，如今看来，真是本县有眼不识金镶玉，眼拙了呀！哎，不对，不对！哎，不对！哪里不对？大人，您看看这个字迹，字怎么了？不是很工整、很漂亮吗？大人，您看这字迹，是否感觉似曾相识呢？似曾相识？难道县城看出举荐书是假的了？大人，我想起来了，您看看这封举荐书。不好！大人，您且看，小娃娃的举荐书果然是假的。不过他才7岁，竟然能模仿出书法大家张春南的字，当真了不得呀！大人，这2封书信的笔迹几乎一模一样，这很明显是那个小孩伪造张川南的笔记写出来的，他没有资格参加科考啊！不行，这事不能传出去，否则对小娃娃不利，本县也得落个述职的罪名。哎，大人，您这是做什么呀？诸位，这是我们江陵大地出来的神童，此乃本县文化教制的大功劳，也是诸位的大功劳。我不管此中真相如何，从现在开始，这个小娃就是我们的考生，就是从我们江陵大地出来的小神童。这是本县说的，尔等谁有异议？诺。我将亲自为小神童写一封举荐信，尔等皆可署名。这是本县文治教化鼎盛之功，人人有份。谢县令大人。小娃娃，下次再见的时候，你将闪耀天地。我选的是传颂千古的悯农，考取第1名问题不大。有了秀才身份，母亲就不用那么辛苦。一夜未归，我得快点回去，免得母亲担忧。这什么情况？难道娘出事了？安儿，我的安儿，你去哪儿了？安安他娘，你别哭了。小娃那么机灵，没事儿的。是啊，大妹子，安儿打小就懂事儿，肯定不会乱跑的，说不定等一会儿就回来了。三郎，你有看到小安吗？他都1晚上没回来了呀。
是，对不起，我把小安给弄丢了。什么？你个孽子！你竟然把小安弄丢了，看我不打死你！哎呀，别打了，赶紧问问三郎，把小安带到哪儿去了？三郎，那小娃丢哪儿了？你快去找啊！是，我本来想带他去县城玩，谁知道一眨眼他就丢了。对了，今天是县试，小安是不是去考举人了？你想什么呢？小娃是很聪明，可是他才7岁呀，去考科举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！那我们去哪儿找小娃呀？是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你混的脏东西！大妹子，你放心，就算是拼了这条命，我也给你把小娃找回来。臭小子，还不赶紧起来带路！娘！哎，小娃来了，小娃回来了！哎呀，小娃回来了，太好了！娘，你没事吧？我的儿，你跑哪儿去了？小娃，你可别乱跑了，可把你娘吓坏了。小娃，你看把大家都担心的，你跑哪儿去了？那个，我去县城考科举去了。啊，考科举，真是娘的好安儿，娘为你感到骄傲。大妹子，小娃说考科举你也相信呐？他今年才7岁，他一个人怎么去考科举啊？是啊，大妹子，小安是很聪明，可是普通孩子如何能进考场呢？大妹子，我看是小娃在外面偷偷做了坏事不敢说，撒谎骗你吧。我相信安儿。安儿，你快告诉叔伯婶娘们，你是怎么参加科举的？城里那个张夫子，他给我写了一份举荐书，我拿着举荐书就去考试了。我没写举荐书。老爷，这么热的天，吃口西瓜热热喉吧，不要着急。你帮我喊2声。没用的，老爷快吃吧。我没写举荐书。张川南夫子，对，娘，咱家还租了他的田地耕种呢。竟然是张夫子，那可是江陵县鼎鼎有名的大儒，高贵的读书人。他家还是县中大户，拥有良田上千亩，咱们村有不少人都是他们家佃户呢。这样的大人物竟然会给小安写举荐信，小安真是太厉害了。安安，你考得怎么样？还行吧。胡说八道！这不是地痞赵三吗？他怎么来了？肯定又是冲着三娘来的。据说他眼馋三娘许久了。别招惹他，听说他和县城衙门里的人有点关系。我刚从县城回来，看见张夫子在贡院门口大喊：“我真的没有写什么举荐书。”所以他在撒谎。什么？张夫子没给小陈安写举荐信，那他怎么参加科举的？难道是假冒的举荐书？假冒举荐书参加科举，可是杀头的大罪啊！没错，陈安犯下了大罪，祸及家人。不过你们也知道，我在县衙有点关系。如果陈娘子答应做我的小妾的话，我愿意救小陈一命。滚开！啊，好香啊！我就喜欢你这倔强的样子。不过陈三娘，你也不想你儿子出事吧？还有，陈安伪造举荐书，不仅得罪了张夫子，还导致你们没有田地耕种，更祸及了咱们整个西山村。什么？祸及我们西山村？这可如何是好啊！大妹子，要不你就从了吧。闭嘴！我确实是伪造了举荐书，
但谁说我没有解救的法子？你不过一个小小的7岁孩童，能有什么办法？只要我能考中县市魁首，县令大人不仅不会怪罪，而且甚至还可能给咱们村免税。县市魁首，就凭你？书吏大人到！什么情况？工人怎么来了？难道是小陈安伪造举荐书的事发了？工人抓人来了！完了呀，咱们完了呀！安儿别怕，娘会保护你的。三郎，你婶娘平时待你甚好，等我二爹会拖住工人，你趁机带着小花和你婶娘赶紧跑。啊！你就是陈安？你就是陈安？对，他就是陈安，赶快把他抓起来！闭嘴！小娃娃，你就是陈安？对，我就是陈安。几位大哥，你们找我何事？小神童，我们是奉县令大人之命，暗中护送你回家，你没事就再好不过了。小神童奉县令之命护送小安回家，小安竟能被县令大人看中，了不得呀，了不得！爹，那一会儿还跑吗？哎，你没看见他们是来保护小娃的吗？多谢几位大哥。小神童客气了，不过我们还有些事情要询问一下大家，小神童介意吗？请你们随意。娘，咱们回屋去。村正何在？老朽在这里。不知廉耻的东西，滚！不知工人到此，老朽罪过。行了，别废话，奉县令大人之命，有事宣布。工人请说。县令大人说，西山村培养出神童陈安，有大功，特免除西山村村民3年赋税。县令大人威武！什么县令大人威武？工人不是说了吗？是小安考得好，县令大人才免了我们的赋税，得感谢小陈安。多谢陈娘子，多谢小陈安。好了，都安静，我还有事要找村正说。工人请问，老朽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跟我说说小娃的事，他姓甚名谁，家中都有哪些人，祖籍在何方？工人容禀，小娃名叫陈安，家里只有一个母亲陈氏，家住隔壁枝江县。7年前，安儿，他们在聊什么呢？应该是工人在询问村正关于我们的身世来历吧。身世来历？等等，你说陈氏不是我们本地人？不是，小娃陈安也不是陈氏的亲生儿子。那要从13年前开始说。13年前，我们这个县有一陈氏富豪，家里有一女，人唤陈三娘，生得花容月貌。陈三娘之父为了生意更进一步，将女儿嫁给枝江县城的三子，但世事难预料。陈三娘5年无所出，为求一子，每日求神拜佛。忽有一日，陈三娘求神拜佛结束，在下山的时候，陡然听到一声婴儿啼叫。陈三娘慌忙走了过去，拨开草丛，发现一名粉雕玉琢的婴儿正在哇哇大哭。此子就是陈安。什么？这么神奇？还有更加神奇的呢！陈三娘靠近一看，这个小孩伸出双手，还想抱抱呢。久无子女的陈三娘当时激动哭了，认为是上天赐给自己的孩子，决定亲自抚养孩子长大。岂料夫家暴怒，陈三娘被一日休书赶出家门。夫君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我总可以
你能不能救救这个无辜的孩子？哼！拿着休书，抱着你的弃婴，滚吧！不仅如此，他娘家也觉得有辱风闻，不想让陈三娘归家。父亲，血浓于水啊！我求求你，求求你救救这个孩子吧！你让我陈家颜面尽失啊！今日起，你我断绝父女关系！你给我滚！哼！无奈之下，陈三娘只能带着男婴远走他乡。以后我便是你的娘亲了，我的孩子。愿你生生世世平平安安。以后你叫陈安吧。然后呢？然后，村正就做主收留了母子二人。等等，村正，你在骗我！工人，哪里不对呀？枝江县距离我们江陵县有100多里，此间盗贼猖獗，野兽横生，一对孤儿寡母如何跋山涉水来到这里？各位工人，我哪敢骗你们啊！之前我也不相信，是陈氏他告诉我的。啊，对了，娘，当时您抱着我是怎么来到西山村的？多亏了有你啊，养的好安儿。多亏有我。对啊，当时安儿不哭，娘这就去找吃的啊。渴了的时候，不远处就会出现水。不怕啊，困了也会出现野外小屋。所以说，娘能平安抵达西山村，多亏了安儿啊！你真是娘的小福星。大概就是这样。这是三皇五帝，圣人降世，走到哪儿都有天地相助，这哪是神童啊，简直是未来的圣人呐！最后一个问题，小孩的启蒙谁教的？什么叫启蒙？就是读书写字。那应该是他娘，但是他娘也懂不了太多字呀。这么说，小孩竟然是生而知之的圣人？不行，这件事必须得尽快报告给大人。我们走。他们说啥？什么圣人？那娃是圣人。不仅如此，而且还是生而知之的圣人啊！怪不得小娃会去参加科举，原来他这么厉害啊！厉害。生而知之的天生圣人？不，我只是想通过科举让母亲过上好日子的儿子罢了。报！大人，粒粒皆辛苦啊，何事啊？慌慌张张的。大人，小神童的事情调查清楚了。小神童的事啊？谢谢大人。大人，属下一路暗中保护小神童。大人，属下说完了。饿了有食物，渴了有水，累了有凉亭，困了有房屋。这也太离奇了，不是？这般离奇的事，怕是连说书人都编不出来吧？是，天地万物仿佛都在帮他一样。莫非圣人出世，降临大唐？你说的都是真的？是的，大人，属下可以发誓。七郎，
叔父大人，有何吩咐？带上我的官帖，去隔壁枝江县的商户陈家和县城府上，详细了解一下陈安母子的情况。诺。县令大人，县中张父子拜帖求见。哦，张川南来了。收拾一下，封查。我要见见这位给咱们江陵县发掘出一名神童的好友。这该如何是好啊？贤弟救我！贤弟救我！啥？救命！贤弟救我呀！难道是小神童的事？我且逗逗他。啥？救命啊！张兄啊，何故于此啊？哎呀，贤弟呀，那陈安确实是我家佃户的孩子不假，可老夫从未收他当过弟子啊，更没给他写过什么科举举荐书。贤弟救我！哎呦呦呦，不可！来！哎呀，张兄啊，这事儿啊，我早猜到了。猜到了？张兄是为举荐信一事而来的吧？是啊。不是了，这个小神童，这个小陈安呐，他的举荐信是我亲自所写，县中所有官员皆有署名。张兄，跟你没关系，你且安心。这是什么情况？难道此事另有隐情？这个小神童，这个小陈安啊，小神童，等等，莫非陈安小娃不仅考中，还博得头筹？县衙想独占举荐之功。张兄啊，此事贤弟我已经解决了，没什么事，回家吧。啊，等等，哎呀，老夫忽然想起来，这个陈安呐，好像是我新收的弟子，准确来说是昨天下午刚收的。张川南，你也太不要脸了吧！哎，贤弟这说哪里话呢？老夫只是上了年岁，记性不太好，怎么能说为兄不要脸呢？好，此事算你一分，没什么回家吧。哎，贤弟，稍安勿躁，坐。张兄又有何事啊？老夫啊，爱才心切，昨天当场把陈安收为弟子之后呢，跟哥嫂一商量，准备把张家幼女啊许配给陈安。什么？贤弟何故如此啊？张川南，你是认真的？对呀。你敢把这等不要脸的事再说一遍吗？哎，莫说一遍，说上10遍100遍又有何妨呢？我张家准备许婚，我张川南是认真的。滚！枉我把你当成是兄长，你怎做出这等不要脸的事？来人，送客！贤弟倒也不必如此客气，老夫自己会走嘛。老夫告辞。不行，绝不能把陈安这等未来圣人让给别人。我记得二哥家有一女，容貌端庄，颇具文采，且刺绣女工更是无一不足，把她许配给小陈安正合适啊！来人，上笔墨纸砚，我要写家书。大兄，这么晚了还叫我过来，是出什么事儿了？一场关乎家族前途命运的大事。大兄，到底出了何事啊？老三呐，没记错的话，你三房有一个12岁的嫡孙女。是大兄。我准备将她许配给陈安。陈安，管家，陈安是哪家的公子？回三爷是租种咱家田地的佃户，陈氏女之子，今年7岁。佃户之子，昨天还……大兄，
我不同意。我们张家乃是县中大族，书香门第，他区佃户之子，有什么资格娶我们张家嫡女？对呀，大兄，二哥说的对呀。请恕三弟，不能答应。两位爷怕是还不知道如今陈安的名声，等知道了，怕是求之不得。不仅如此，老夫还要收他作为亲传弟子，作为衣钵传人，将来张家也愿意动用一切关系，为他扫平仕途障碍。亲传弟子，衣钵传人，大兄，你是疯了吗？衣钵传人，大兄，你疯了吗？陈安一介佃户之子，而你是往来500丁的荆州大儒，他们有什么资格做你的亲传弟子？是啊，大兄，你别说你视他为衣钵传人，那可是比嫡子更重要的身份呐。哎，大郎，你是大兄的嫡子，未来张家的家主，此事你怎么看呢？一切听父亲大人做主。大王啊，大兄，先是许配我张家嫡女给陈安，现在又收他为衣钵弟子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你俩先坐下。哎呀，陈安参加了今年的贡院科举。这大兄，我没听错吧？陈安一个7岁孩童去参加科举，这7岁孩童参加科举，那可是滑天下之大吉呀！哎呀，倘若他要是高中，娶我家嫡孙女呢也合适。可是啊，他能中吗？一个7岁孩童要是能考中，我自己穿上红嫁衣嫁给他得了。哎，据我得到的消息，陈安将会是今年贡院科举的榜首。啊！7岁科举，高中榜首，那岂不是咱们安西县出了个神童啊？必须讲，我二房有一嫡孙女，大兄，选我二房吧。去你的！老二，那你的嫡孙女都18了，人家小陈安神童，他可是才7岁呀，你嫁什么嫁？哎，大兄，咱们事情可说好了，娶我3房，你可不能反悔。老三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是你二哥。二哥怎么了？神童之才，有适龄嫡女者得之。你敢推我？你就要娶3房！你必须得娶我！打你，我就气你！18，听我的，我是你二哥。大郎啊，你7岁榜首，7岁榜首。大郎，父亲大人有何吩咐？你去挑选一份礼物，明日一早送去西山村，交给陈氏，告诉他，老夫愿收陈安为衣钵弟子。是，父亲。哎呦，我跟你说，还是得娶3听我的，我嫡孙女合适。真是，你别跟我吵了，就跟你吵。听我的，我是你二哥啊！有本事上来，别吵了。神童出世，大唐要变天了。小娃，吃个鸡蛋能带来好运。小娃，不管考没考上，都别气馁。是啊，你还小，就算这次没考上，以后还是有机会的。各位爷爷奶奶、叔叔婶婶关心，我陈安记下了。但这次，我陈安必中魁首。再见。小心点。我陈安必中魁首。人太多了。小安，快来！别急，别急。什么呀？什么都看不到啊！小安，站我背上。啊，好嘞，谢谢大哥哥。现在由我宣布，本次科考前3名
第3名随县世子赵元辰。啊！我中了！我中了！恭喜！我中了！恭喜！我中了！我中了！第2名，恭喜！襄阳世子范进。恭喜啊！恭喜！恭喜啊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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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范进科举50载，田产考没了，家人也考没了，如今终于中了，我中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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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什么了？中是中，可惜人却疯了。接下来宣布第1名，贞观3年，荆州江陵县县士文魁士。西山村世子陈安。陈安。陈安是何人呢？没听过。咱们江陵县何时有这样一号人物？我想起来了，科举那天有个7岁的稚童，好像就叫陈安。啊？什么？一个7岁的小娃娃能中得了科举魁首？陈安中了，小安，你中了，你中魁首了。小安可是咱们西山村的小神童，哪里像你蠢笨如牛？你中了，你中了！娘，俺都说了，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。中举只是个开始，接下来我还要3元及第，当上大唐的宰相呢。一个幼童如何考中科举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。就是，此次科举必有蹊跷，我要见县令。我们要见县令，我们要上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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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胆上告，冲击贡院，如同造反。尔等是想试试我等刀剑锋利否？县令早就料到有人会不服，故提前做了准备。此乃本次县士文魁陈安的试卷，尔等自己看吧。让我看。这字好字啊！字好有什么用？文科考的是诗词歌赋，我倒是要瞧瞧，一个7岁的稚童能写出什么好诗。吾乃此次科举第3名赵远辰，由本人来为大家朗诵这首诗文吧。有劳赵兄了。赵兄，您就大胆的打讲吧，我们都支持你，必不负诸君期望。我倒要看看，一个7岁小娃娃，凭什么排在我赵远辰前面？悯农。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好诗，好诗啊！此诗一出，世间再无农诗啊！神童啊，陈安乃当之无愧的神童。算你们识货。科举中第1步目标达成，接下来便来个3元及第，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宰相吧。你是陈安，诸位快来看，他就是陈安，他就是此次的科举文魁陈安，他就是神童陈安。神童陈安，我要拜你为师。娘，徐叔，情况不对，咱们赶紧走。师傅别跑啊！我要拜你为师啊！我要拜你为师啊！是啊。小安，现在应该没事了吧？
应该没事了。科举轮回陈安。我不会又把他整丢了吧？也不知道安儿逃走没。大妹子放心，有三郎看着，不会出事的。三郎，三郎，我家安儿呢？婶，对不起，我把小安又给弄丢了。什么？我不见了！混账东西，光哭有什么用？还不快滚起来，找小安去！我也去。粒粒皆辛苦啊！大人，大人，出大事了！遇事儿别慌，淡定点儿。不就是世子们质疑小神童的魁首身份吗？等他们看完诗词后，一切质疑都将烟消云散。大人，不是这件事。那是什么？小神童陈安被人接走了。什么？混账！在吾的治下，竟然有恶人出没，县尉何在？可以在，立刻点齐军士，把歹徒抓回来。切记，一定要确保小神童安然无恙。不，等等，本仙亲自去。说什么说呀？哎呀，我就说了，跟你说了行了，成何体统？此事就按之前定下的办。老爷，大事不好了！遇事不要慌，淡定一点。说吧，出什么事了？小神童陈安被歹人接走了！啊？什么？可恶！竟敢接走老夫定下的衣钵弟子，此事定不与你甘休！老二、老三，点齐各家仆人家丁，给我搜，一定把陈安给我找回来！是，大兄。怎么还不来啊？我赵家能否晋升世职阶层，就在此一举了。老爷，赵老三回来了。文奎，他，这也太小了吧？确定是他？是的，老爷，宫院公布的文奎名字就是他，陈安，7岁，西山村世子。7岁夺魁，太厉害了！7岁科举第一，这小娃娃莫不是文曲星转世？把眼罩拿下来。张灯结彩，这是把我抓哪儿来了？哎呀，不管了，抢都抢，7岁就7岁，来人，把小国宴送入洞房。是，老爷。洞房？这是什么？绑架捉婿？有意思。反正已经来了，就去看看。女儿啊，你要争气呀！咱们赵家能否飞黄腾达，就看今天了。老爷呀！门外来了好多人，喊什么喊？打扰了姑爷洞房，拿你质问！赵老头，放下神童，否则灭了你满门！姓周的、姓许的，你们带人来我赵府干什么？赵老头，把我家小姑爷交出来，他是我周家的人。哎，什么你家小姑爷？小神童明明是我许家的姑姑，怎么成了你们周家的人？行了，别废话了。赵老爷，陈安是我家老爷张川南的弟子，同时也是我们张家的女婿。马上把人给我交出来，否则待我老爷一纸书信至州府，定抄你赵家满门。还有你们，谁争抄谁满门。赵川南，那不是我们县大儒吗？据说县太爷也是他的好友。没想到啊，这小神童不但是他们家的弟子，
还是他家的姑爷啊？赵老头，小神童是张家的姑爷，我看你怎么办？连张大儒都惊动了，救不救？不能救，士农工商，如果不把握这一次，赵家将永远是低贱的商户。来人，在，给本老爷把路挡住，任何人不准进去。是，老爷。只要等出片刻，等女儿和小神童洞房完毕，那就是法定的夫妻。赵老头，你不要命了？不，我赵家要命。但尔等不是官府工人，何敢强入民宅？莫非是其常律不严乎？哦，那如果是我呢？小姑爷到了。这就是洞房吗？好香啊！那应该就是新娘吧？不过我才7岁，可不能真娶了她，还是先离开吧。哎，这啥情况？要不先去问问这位小姐姐？这位就是今年谢氏文魁吗？阿爷说了，嫁给他能让家族更进一步。幼娘，你要加油啊！求公子垂怜，掀盖头。是啥盖头啊？是姐姐头上这个吗？哦，我懂了。什么情况？怎么是个孩子的声音？难道他是文魁的书童？等一下！姐姐，你是谁啊？我是陈安。姐姐，你呢？我家赵幼娘。小娃，你从哪儿跑来的？你家公子呢？什么公子？我没有公子啊，是丫鬟姐姐抱我进来的。什么？她是丫鬟抱进来的？难道她就是今年谢氏的文魁，我未来的夫君？我未来的夫君竟然是个孩子，怎么能让我嫁给一个孩子呢？好好的怎么就哭了呀？姐姐，你别哭呀！我的命怎么这么苦？父亲大人，你为何要这样对待女儿啊？姐姐，你快别哭了，不许哭，再哭我凶你了！你小捣蛋鬼！只要姐姐不哭就好。这个小家伙以后就是我的夫君了吗？可是他这么小，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？幼娘姐姐，我饿了。罢了，事已至此，就把夫君当孩子养吧。小夫，给你糕点，吃吧。谢谢姐姐。好吃，姐姐真好吃。参见大人。赵老头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本县的眼皮子底下抢人，莫非是欺我的刀不利乎？说！老朽不敢啊！那还不让开？老朽，让还是不让？老朽让。你们进去搜，务必找到小神童。是。陈夫人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找到小陈安的。谢谢县令大人，我替我家安儿
谢谢您。陈夫人，先不用谢。本县有个不情之请，不知当讲不当讲啊？县令大人，您请说。我吴氏二房有一小女，容貌端庄，颇具文采，且刺绣女工无一不作，想许配给小陈安，不知夫人意下如何呀？啊？县令大人也盯上了小神童，怪不得他这次来的这么快。县令大人都出手，我们没机会了。原来是为了小神童而来，这吴县令好算计。多谢县令大人的厚爱，不过这事我还得和安儿商量一下。啊，那就容后再说。娘，娘，你没事吧？娘，我没事。幼娘姐姐对我可好了，她还给我糕点吃。啊，幼娘是谁啊？娘，这个漂亮姐姐就是幼娘。赵氏之女赵幼娘拜见婆婆。啥？婆婆？我啥时候有儿媳妇了？婆婆容禀，方才在幼娘房间，小公子他掀开了幼娘的盖头。你成了，好女儿好贤婿啊！荒唐至极！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赵氏继没征得陈夫人的同意，又没有经过媒人交换生辰八字，何来的婚事？本县不同意。县令大人说得好，我周家也不同意。哎，我许差也不同意。我们张家更不同意。县令大人不可呀！我家幼娘与小公子已经拜堂成亲，入了洞房，大人现在反对，让小女如何活下去啊？生是陈家人，死是陈家鬼。倘若大人执意拆散幼娘和夫君的话，那边幼娘要活不下去了。县令大人，你也听到了，你这是要逼死我赵家女儿啊！哎呀，行了，别装了，再装治你顶撞之罪。本县宣布，这桩婚姻无效。来人，带上小陈安，我们走。诺。幼娘姐姐，我走了，有时间我再来找你玩。嗯，好。功亏一篑。阿爷，是女儿不孝啊，幼娘，不要这么说，此事还未到绝境，你可千万不要想不开呀。未到绝境？没错，官府管不了民间婚事，我看小公子还挺喜欢你的，而且他的母亲也没出声反对，此事还有回旋余地。那阿爷，幼娘该怎么做？啊，找个恰当时机。女儿懂了吗？放心吧，阿爷，女儿一定拿下小夫君。陈夫人，不知先前和你说的那件事，你意下如何呀？是娘，什么事啊？安儿，县令大人欲将族中之女许配给你，你意下如何？一切全凭娘做主。那我们愿意。此乃安儿之福气。只不过县令大人，我家安儿年纪尚小，而且家住在山野乡村，怕是配不上县令大人的族女。陈夫人不必忧虑，我们两家可以先订婚。本县看好陈安的未来。是啊，夫人，我等也相信陈安。本官相信，假以时日，陈安这小子定能名动抚州，名动大唐。我儿真能惊动州府，名动大唐啊！何人擅闯州府？我是江陵县信使，携带县事文书而来，速速放行。撤！这么着急，难道今年县市出大事了？
还有何县的公文没到啊？回大人，只有江陵县的公文没到。你这么文宣是干什么吃的？报！刺史大人，江陵县传来公文，内府县市头名名单，呈上来。诺。贞观3年，江陵县试结果已出，本次县试头名姓陈名安，江陵人士，无字，今年7岁，家中。什么？刺史大人，怎么了？符一川，你来看看这份公文。什么？让7岁的孩童参加科举，还被封为文魁？哎，这江陵县我看是疯了！江陵县文魁竟然只有7岁，自古以来何曾有7岁考科举的例子？更别说夺得头名了。这江陵县是不是搞错了？大人，您看，可有文魁试卷？有的。来之前，县令大人吩咐，让属下一定带走，说文魁这首诗一定会震惊世人。拿上来。诺。震惊世人？哼，7岁小娃娃写诗，怎么能震惊世人？我来看看。就是，毕竟才7岁，恐怕连百家姓、千字文都认不全，怎么可能会做出诗来？我也来看看。那下官就跟着几位大人一并看看。悯农，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好诗，当真是好诗啊！千古绝诗啊！此诗一出，绝对传唱大唐，千古绝唱啊！更可怕的是，做出此诗之人，竟是一个刚满7岁的孩子。陛下刚登基3年，我大唐便诞生一位惊才绝艳的神童了，吉兆，天大的吉兆！快研墨！本刺史要书信长安，上报天子知晓。我荆州出现了绝世神童，此神童必定是上天派来助我大唐王朝的。另外，大人还有何事？你亲自去一趟江陵，考察那个幼童。如若神童为假，斩其满门，随后调集周边府军，拿下江陵县令，将欺君之罪归给吴文轩。那大人，如果神童为真呢？为真，大唐就变天了。我们今天中午就吃这个，你看，这样洗。哦，看来娘是想亲人了。娘，怎么了啊？娘，咱们要不回枝江县外公家看看吧？回家吗？开门，快来人！开门！我乃江陵县衙役，前来奉命查看。哎，工人请进，工人请进。敢问工人有何要事啊？你叫陈思明？是的，小人叫陈思明。陈三娘你认识吗？她是不是带走了一个婴孩？难道是三娘在外面惹了祸事，导致工人上门畏罪？
啊，是的，陈三娘正是本人小女。是就好，告诉你们。不过我已经将她逐出陈家了。工人，不管她犯了任何事，都和我陈家毫无关系啊。哼，好，哈哈，很好，没关系就好。不必送了，本人还要去县城家一趟。啥情况？这就走了？该死的逆女和小畜生，最好死到外面去，别害老子！请用茶。那是江陵吴县令的组织亲自前来，看来事情不小啊。吴七郎，你这次来本府是有什么要事吗？这次我是奉县令吩咐来贵府问一件事，敢问贵府三公子何在？找文彦的。啊，七郎稍后啊。管家在，你速速将文彦去叫来。是，老爷。喝茶。见过父亲，见过客人。逆子，客人在此，如此衣冠不整，成何体统？不妨事，我问些问题就走。三公子啊，敢问你还记得陈三娘吗？陈三娘？哦，你说那个被我休掉的陈家女子？对，就是她。不是想与陈三娘结亲，她当年捡到的那个孩子，今日高中江陵县市魁首，故县令大人特命卑职前来调查一番。什么？多谢告知小公的消息，卑职这就回去复命了。哈哈，七郎慢走啊。来人，老爷，请吩咐。你去准备一份重礼，切记要重，非常重。是。文彦，你带着礼物亲自去一趟江陵，务必要得到陈三娘的谅解，明白吗？凭什么？我可是堂堂的县城三公子，她只不过是一个被我休掉的弃妇，我怎么……好像也不是不可以。父亲您放心，我一定将那个陈三娘还有那个小屁孩给带回来。您别生气了，贱人，害我被父亲折磨，你最好乖乖跟我回来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老爷，老爷，慌慌张张，成何体统？我让你打听的事怎么样了？都打听清楚了，老爷。三娘当初收养的那个季英，他告中了江陵县县市魁首。什么？老爷，我们该怎么办？那可是县市魁首啊，老爷。去备一份礼物，老夫要亲自请三娘回来。好，去。7岁的县市魁首，不经未有啊！如此神童，我不能掌握在自己手里，宁愿毁掉。回家吗？娘，我现在是县市魁首，不再是累赘了。如果您想回家了，我会陪您一块儿去的，并会把他们当做家人。娘的好安啊，你怎么这么懂事啊？但现在你在哪儿，娘的家就在哪儿。陈三娘，见过县令大人。免礼免礼。不知大人有什么事啊？这位是荆州刺史的首席幕僚符义川，他远道而来，想见见锄禾神童陈安。锄禾神童？哈哈哈。夫人可能不知道，你的孩子陈安那首诗已经名动荆州府，是众文人才子给他起的这个雅号。这个雅号真好听。不过安儿现在不在家，他去村东树林练剑了。民妇这就去叫他回来。哎，等等，
怎么了，侍卫大人？你说小陈安他去练剑了？难道这小志同还是个文武双全的全才？夫人，这您就不用去了，我们亲自过去吧。走吧。这次无论如何也要把三娘带回去。停！刚才出什么事？怎么不走了？老爷，前面遇见是岳丈大人吧？是他。贤婿啊，岳丈大人，贤婿来此何事啊？岳丈大人就别装了，你我的目的是一致的，要不然咱们齐心协力把三娘和小崽子绑回枝江如何？看来县城也得到了三娘之子问鼎县市魁首的消息，不能让他们抢走。就依贤婿之言。岳丈大人请。女儿，娘子，他们怎么来了？女儿啊，这些年你受苦了，爹爹来接你回家了。是啊，娘子，之前都是夫君的错，咱们回家吧。我早在7年前就与二位没有关系了，两位请回吧。女儿，血浓于水啊！就是啊，娘子，咱们一日夫妻百日恩呐。血浓于水啊！一日夫妻百日恩啊！我呸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今天来的目的，不就是我家安儿考上科举，你们想来认亲抢功劳？我告诉你，没门！对，没门！大妹子都让你们走了，还不快滚！好，让你回，不识趣是吧？那就怪不得为父了。来人，老爷，带三娘回家。是。大小姐，你就别挣扎了，跟老爷回去吧。我死也不回去的，有本事就打死我吧！那就给我打，打个半死，给我绑回家。是。你住手！住手！干什么？我对我女儿做什么，与你们何干？滚开！大妹子是我们西山村的人，你们要带走她，问过我们这些乡邻了吗？就是。对，得先问过我们，有我在，休想带走大妹子。好，好一群不识抬举的贱民呐！来人，是，往死里打！哎，娘子，放开我！三哥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他们打起来了，要不要去劝劝他？我劝，把三娘给我抓住了，逼这个小崽子就范，快去！可是什么可是？出了问题我担着，快去！是。娘子，怎么回家？放开我！哎呦，县令大人来了！县令大人好。裤子掉了。小娃娃，要不要我送你一把铁剑与牛皮带？那可是军中之物。哎，不要，我就要我的小木剑，这可是娘亲亲自给我削的。再说，那架势，难道是要？我这小木剑也未尝不利。我这小木剑未尝不利。一把小木剑怎么可能锋利？怕不是连木根都斩不断。小娃娃，你用这把木剑，就是一辈子也斩不开这件木桩吧？别急，让剑气再飞一会儿。还剑气？这世上哪有什么剑气？小娃娃，
你是不是怪志小说看多了，以为自己是剑仙吗？行了，别说了。小陈安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从州府而来的义川居士，学识渊博，名满荆州啊。哎，义川居士好，义川居士好。哎，小娃，哎呦，居士大人，您别摸，俺娘说了，脑袋被人摸多了就不聪明。好，不摸了，不摸了。义川居士，我们还是去长安家里谈吧。好，请走。哎，三娘，现在能跟我回去吗？我不会跟你回去的。要真要回去，去把我的尸体带回去吧。好，都是你逼我的，给我动手！今天你若不跟我们回去，就把他们打死！住手！放了他们，我跟你们回去。哎，早这样不就好了吗？挣扎一番又有什么意义？娘子，请吧，娘子。你们这么做，孩儿是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嘿，一个7岁的稚童，我会怕他？就是，一个7岁的小娃娃再生气，又能怎样？更别说了，我算是他外公啊！哎，我是他爹。不好，娘出事了！走，快去放手手头，不要让他出事！快！娘子，走啊！你们都得死！你们都得死！哎，怕什么怕？就一个小鬼而已。你喊三娘娘，那你……哎，那你就是小陈安喽。我是你爹，快叫爹！哎，我是你外公啊！哎，叫外公，快叫！你这个不孝的小子啊！见到爹外公都不喊人，看我不把你抓回去，好好教育你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快跑！我说了，今天都得死！住手！小王，这杀人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好了。你们都是些什么人？敢阻止本公子办事？我劝你们赶紧滚蛋！这位可是枝江县县城家的三少，你们得罪不起。得罪不起？哼！我是江陵县的县令吴文轩。什么？江陵县令？也许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哎，一个区区的7品县令而已。我爹和刺史大人麾下的第一谋士义川居士，那交情是相当的。既然跟义川居士还有交情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也配知道？我猜呀，在下正是你口中所说的刺史大人麾下第一幕僚福川。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，来人！属下在，将他们全部给我拿下，押入大牢。诺。走。
大人，犯人已全部拿下，请问该如何处置？小陈安，你说该如何处置啊？你说该如何处置啊？娘，按我的想法，杀！但是，娘，你说要怎么处理，安儿就怎么处理。我来处理吗？三娘，女儿，血浓于水呀！求求你饶了我们吧！就是娘子，这一日夫妻百日恩啊！我们知道错了，你就放过我们这次吧。啊！夫君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我总可以。你能不能救救这个无辜的孩子？滚吧！父亲，血浓于水啊！我求求你，求求你救救这个孩子吧！今日起，你我断绝父女关系，你给我滚！哼！你们怎么对付我没关系，但你们万万不该动我的安儿。大人，依法处置吧。好，夫人，就按照你说的，依法处置。来人，把他们都给我押下去，依法处置。诺，走。小神童，这样处置你可满意呀？真是便宜他！要我非杀他们不可。娘，你没事吧？啊，娘没事，还不快谢谢居士和县令大人。陈安谢过县令大人和这位居士。三娘不用客气，小陈安是我们江陵县的神童，本官自然要保护好他。况且义川居士还有事情要问他。夫人，可否找个安静的地方？这边请。请。县令大人，这碗都破了，要不我去村正家借2只碗吧？罢了，三娘，我和义川居士坐一会儿就走。诺。名叫陈安，今年7岁。我自州府而来，刺史大人听说江陵出了一个神童，特意让我来看看。能考你几个问题吗？居士，你请问吧。好，那你读过《诗经》吗？切，我前世可是文学武士，拿这种问题来考验宝宝，这也太低级了。学过一点儿。学过《诗经》，啥时候学的？我记得我只教过他半部千字文啊。好，那你能背诵《诗经》木瓜吗？小意思，《诗经》木瓜，投我以木瓜，报之以琼瑶。那《诗经》采薇呢？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；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关雎，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桃夭，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，之子于归，宜其家人。好，小安，你真厉害！别打扰小安背诗。小安，你真棒！不愧是小安，我就知道他会有出息的。那是自然，小娃可是县市文魁呀。居士，您还问吗？
好，太好了，绝世奇才呀！真神童也。何止天才，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！都是娘教的好，是吧，娘？啊，是吧？袁校尉，卑职在。你们所有人留下，就地保护小娃。如果再有人欺辱，可先斩后奏。是。那大人您呢？好，我会连夜赶回州府上报此事。文轩贤弟，还得麻烦你让衙役随我走一趟。此乃弟分内之事，贤兄勿虑。哎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走。哎，你怎么这么急呀？我在县城置办好了一座好宅子，以防万一，你带小婵早点搬过去。啊，快走，快走！哎，金州府校尉岳千山拜见小公子。荆州五州拜见小公子。哎，竟然真的是神童！文轩贤弟，你算是捡回一条命。一川兄何出此言呢？在我来之前，刺史大人告诉我，若神童为假，斩亲报恩，定以欺君之罪拿下这江陵县所有的官员。那神童为真呢？为真？你是知道的，刺史大人乃5姓7望中的荥阳正士，他族中又是臣极为相配。什么？夫人，夫君，你为何如此慌张？族兄回信了吗？妾身今日并未收到任何书信。那我再写一封。二兄在上，大事不妙，荥阳正士欲来夺婿，二兄速带女娃过来订婚，做成铁誓，速速前来。来人，立刻把鞋送过去。诺。夫君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怎么去一趟西山村回来，变得如此怪异啊？夫人，你不知道啊，今日符一川到了西山村，见到了小稚童，2个问题后，佩服得五体投地呀！什么？这世间竟真有如此绝世神童？以前没，但现在有了。以我40年的经验来看，此子必成大器，天地都将为之色变。曲项向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娘子，你看，多好的女儿啊！是啊，多好的女儿啊！所以，我坚决不同意将青儿许配给那个叫陈安的。唉，可是三弟他……我家青儿将来可是要嫁给文曲星的，他陈安区区一个佃户之子，只不过凭运气考上了县试而已。他有什么资格娶咱们这么优秀的女儿？唉，好吧，听娘子的，咱不嫁。老爷，什么事？慌慌张张的。三老爷派人送来了紧急家书。夫人，嫁，必须嫁。夫君，出什么事儿了？你自己看。什么？5姓7望之一的荥阳正士也看上陈安了？夫人，怎么说？嫁，必须嫁，现在就嫁。小娃，来，村长爷爷给你个鸡蛋，记得以后多来村里看看。谢谢爷爷，我一定会的。不仅会回来看看，等我当上了宰相，还要大力发展西山村，让乡亲们都过上好日子。小娃，婶婶给你织了双布鞋。谢谢婶子。小娃，来，这些枣拿着，路上吃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照顾，大家的大恩大德，三娘永世难忘。
请收三娘一拜。哎呀，使不得，使不得呀！使不得，快起来！三娘，时辰也差不多了，你带娃先走吧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小安，小安，怎么了，三哥哥？这是我在后山刚摘的果子，你拿着路上吃吧。哎，谢谢三哥哥，走吧。小安，还有事儿吗？你之前说过你要当官，我听说咱们大唐最大的官就是宰相，你可一定要当上宰相。宰相吗？放心，我一定会。一路平安，小心呐！小安，保重我回来看看。我们家金娜留给你，小心呐！再见，回去吧。回来看看，一路平安，都回去吧。再见，大家回去来看看。安儿舍不得了吗？确实有点儿。啊，对了，娘。我让您把我钟馗奖励的银子悄悄放在大家门口，放了吗？放了，放了就好。7年收留之恩无以为报，只能付以金钱相抵。待来日当上宰相，定不负大家。来人！荆州府车驾，何人在前方拦路？府兵将军荣炳，民妇姓赵，名幼娘。数日前已与陈家小公子结亲，已入洞房，烦请将军通融，让民妇见见夫君。什么？小公子的娘子？小公子才7岁就有娘子了？不是说江宁县令和刺史大人要结亲吗？这怎么又蹦出来个原配妻子来了？别九位，咱还晚吗？这六娘姐姐，六娘姐姐，快请来。六娘姐姐，咱们一块儿去城里了。谢谢小公子。走。幼娘见过婆婆，婆婆日安。这小姑娘人挺好的，可是县令大人那边也答应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六娘姐姐，请吃糕点。爸，走一步看一步，快吃吧。好。婆婆，您先吃。这女娃真不错，而且安儿也很喜欢，留下也挺好。好，我先吃。父亲，女儿留下来了，您赌对了。星儿，等会儿嘴巴要放甜一点。小陈安文采斐然，乃文曲星下凡，前途不可限量，你可一定要把握住啊！知道了，三叔。哟，来了！吴某等候多时，亲家远来辛苦了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县令大人，民妇。哎，还自称民妇呢？亲家，你这话可说错喽。是。青儿，快见过未来婆婆。青儿见过未来婆婆。好个有气质的女娃，我家安儿当真有福气。好。哎，亲家，我们吴家未来贤婿呢？好个
俊俏的小郎君啊！他就是我未来的夫君吗？这不是赵家那个小女儿吗？她怎么也在？俊家，这赵家之女怎么也来了？这事儿不厚道啊！贤弟，贤弟若是觉得不厚道，也可以不结这门亲嘛。你怎么来了？哎，这话说的，只许你吴氏结亲，不许我张家嫁女了。玉珍呢？赶紧拜谢未来婆婆。玉珍见过婆婆。哎，是。哎，还有你未来的郎君。玉珍见过夫君。哎，娘，在门口说不好，要不咱进屋说。哎，请。哎，走。贤弟，有辱斯文。请。亲家，本来是让我家大郎去西山村找你们的，却得知你们来了县里，老夫这才火急火燎的赶过来。张夫子，您找我们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，本夫子意欲收陈安为我的亲传弟子，并决定把我张家的嫡女许配给陈安，不知你意下如何呀？收弟子这件事，我可以替安儿做主。不过结亲这事，我已经答应县令大人。就是，小陈安已经和我吴氏嫡女结亲了，你来凑什么热闹？二位听我一言，小陈安呐，聪慧异常，将来必定是要踏入仕途的，而混官场，人脉、金钱、才学，绝不可呀。你的意思，让小陈安把他们3个都娶了，由赵家提供金钱，你吴家提供人脉，我张家负责教才学。如此一来，定能保陈安飞黄腾达，官运亨通啊！你的意思是，我吴氏的才学不如你张氏啊？哎，别，那是自然，要不然为何江陵大儒是我，不是你啊？哎，贤弟。听我一言，福儿过来。什么事儿？说。我听说呀，刺史所在的荥阳正氏也想与小陈安结亲，那咱们3家要不抱团，怎么跟沈家嫡女抗衡啊？并且你看，陈安与他们3个相处是极为融洽，若你在中间横加阻拦，那你就不怕小陈安心怀不满，怨恨于你？不愧是张兄啊，你成功说服我了。不过呢，荥阳正氏的人呢，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粒粒皆辛苦，真是好事啊！大人，一川回来了，坐下一起吃吧。哎呀，大人，出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大人，出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难道族长不同意与陈安结亲？哎，同意了，并且呀，派您的13弟郑恒到陈安家亲自洽谈。那就没事了。可是什么？哎呀，可是结亲的不是郑氏嫡亲，而是没落旁支啊！什么？不止如此，他们还说要让陈安入赘郑氏，否则不予结亲。混账！我已将陈安的试卷800里加急送往长安，这之后他的名声定会传遍天下。如此神通，岂能这般折辱？是。有事启奏，无事退朝。既然无事，那就退。报！禀告陛下，荆州800里加急。快呈上来。是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陛下，发生什么事了？难道是荆州叛乱了？
爱情莫慌，非是叛乱，而是一桩急事，大急事。敢问陛下是何喜事？前几日科举之日，荆州之下江陵县出现一位绝世神童，年仅7岁，夺得科举头名。这怎么可能？陛下，今日乃我大唐朝会，满朝文武皆在，陛下切勿戏言呐。是啊，陛下，7岁稚童考中科举，前所未有，还请陛下谨慎开口。天子一言，影响重大，请陛下三思而言。请陛下三思而言。你们，罢了，就知道你们不信。大班，把小神童的试卷拿给他们看。是。虽然老臣看不懂这首诗，但这字儿是写的真漂亮。是啊，字漂亮不说，这首诗更是惊为天人呐！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呀！千古绝唱，定当流传千古啊！陛下，我大唐出现如此神童，实乃天降祥瑞，天降祥瑞啊！陛下，此次前途不可限量，可命人带回长安，好生教导，留给未来储君呐！陛下，此子乃天上文曲星君下凡，日后必成我大唐纯宗之位。好，现在你们也相信朕不是在胡说八道了。陛下，臣等知罪。陛下，当务之急是寻得这名神童，带回长安，只恐生变。如既言之有理，那就有。陛下，陛下，臣夜观天象，发现北斗七星一位，定有一位文武双全之人现世，助我大唐威加海内，请陛下速速派人寻到此。袁爱卿也来迟了一步。啊？难道此人已经遭遇不测？不，我们已经查到此人，正准备派人接他回长安。启奏陛下，既然袁道兄说此童有文武双才之能，那么臣想去见见他。文臣已见过，但武臣还未见过。好，有我大唐文武双全的军神出马，此事当无有矣。荥阳正氏的人怕是已在赶来的路上了。不可能吧？他们能来这么快？谁在背后说我们荥阳正氏的坏话啊？谁在背后说我们荥阳正氏的坏话啊？哎呦，来的还真快！哎呀，小陈安的正妻之位，我们怕是抢不过了。这就是那个什么陈安的家吗？怎么这么小？13爷，根据消息，这陈安只是一个佃户之子，能住上这样的宅子，算是不错。哼，哦，那行吧，给他们说一声，让陈安出来见我。是。我问你们，这儿就是陈安的家？是啊，是啊，我是安儿的母亲。各位爷，你们找我们家安儿有什么事？让陈安出来。即便是荥阳正氏，二位这种做派，也未免太嚣张、太欺负人了吧？想获得我们荥阳正氏的尊重，必须要有对等地位。你是什么玩意儿？老夫江陵张川南。哼，哦，江陵大儒。哼，地位不够，退下吧。你川南兄，我来。我是江陵县县令吴文轩，够地位吗？区区7品县令，芝麻绿豆般大小的官儿，当真不知所谓。退下吧。你让我来吧。我就是陈安，听说你们找我。我就是陈安，听说你们找我。你就是陈……闭嘴！你打我干什么呀？他陈安
好歹也会成为我们正式的姑爷，也是你一个下人能冷嘲热讽的？掌嘴！是。你就是陈安？是的，我就是。你是哪个？我来自荥阳郑氏，家中排行第13，故人称郑13。哦，那你们找我干什么？家主听到我们七哥，也就是你们荆州刺史说江陵出了一个神童，让我们郑氏跟你们和亲，于是我便来了。呵，这么说是来结亲的？不错，我亲自挑选了荥阳郑氏以优秀旁支，你入赘吧。旁支？入赘？你们荥阳郑氏也太羞辱人了吧！陈安是神童，荥阳郑氏就是这么对待神童的？那不过是你们小地方的神童罢了，在我们五姓七望看来，算不得什么。也只有你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小家族，才把他当个宝。我们荥阳郑氏不在乎。陈安，赶紧收拾收拾，跟我们走吧。等一下，你们都不问我愿不愿意的。五姓七望世家向来都是只宣布结果，但凡有人不同意，保证在这天下寸步难行。我听说你想当官吗？我就这么跟你说，如果你今天要是不答应，你这一辈子哪怕连一个最小的9品芝麻官也当不了。五姓七望千年事，当真吧？哼，知道就行。这天色也不早了，赶紧收拾收拾，不要磨磨唧唧的。但是，我不愿意。什么？13爷，他说他不愿意。你不愿意？你知道你这么做的后果吗？知道，不就是偌大的天下寸步难行吗？但是我觉得你们做不到。我们做不到？我荥阳郑氏关系网遍布天下，我大哥更是官拜正2品的天子近臣，我们会做不到？哦，你们荥阳郑氏这么强啊？那有大唐宰相强吗？有大唐皇帝陛下强吗？哼，那自是没有。不过这大唐宰相跟大唐皇帝，貌似跟你这一个稚童没什么干系吧？因为我的文采让陛下惊呼，而我也会成为未来的大唐宰相。还我的文采能让陛下惊呼，我也能成为大唐的宰相。你不过一个7岁稚童，靠运气得了县市第1，你配吗？配不配与你们无关，反正宝宝就是不愿意入赘，你们回去吧。哼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今天这个姑爷，你当也得当，不当也得当。来人，把陈安给我抓回去！有阻拦者，打断双腿。是。住手！贤弟啊，如果我没看错，那是龙旗吧？确实是龙旗，而且走在最前面那个人，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咱们大唐的军神李靖大人，就是那位文武双全、掌管我大唐全部府兵的兵部尚书李靖李大人。他来干什么？不出意外的话，他是冲着小陈安而来的。13爷，难道这位就是？没错，他就是陛下最信任的人之一，李靖李大人。走，我们上去迎接他。在下荥阳郑氏郑13，见过兵部尚书李大人。敢问这里可是锄禾神童陈安的家？是啊，大人，这位就是民妇的孩子陈安。陈氏陈安接旨。民妇陈氏携子陈安接旨。奉天承运皇帝
诏曰：朕常闻先秦有甘罗，列而聪慧；东汉有魏王之子曹冲，7岁称象，知其重量。今上天庇佑，神童天降大唐，此乃大唐之福，大唐之幸也。神童之母身世哀怜，令朕垂泪不已。怜其母之悲哀，感神童之多才。今特赐母子2人绫罗锦缎1000匹，黄金100两，侍女若干。奴婢拜见夫人，拜见公子。望陈氏携子入京，与朕相见，钦此。好啊，小陈安这是要一步登天了。是啊，皇上召见，十有八九是直接封官。小陈安仕途之路稳了。可恶，这小鬼的才学竟然真的惊动了陛下，我们竟然得罪了一个真正的神童，麻烦了。13爷，你打我干什么？闭嘴！人事接旨。谢天子隆恩，民妇陈氏接旨。我不去，我不去。小家伙，这是要抗旨啊！祸事了，祸事了呀！小鬼竟然敢抗旨，哼！看他这次怎么死！别乱说话！我不去长安。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？知道。你知道你母亲手里拿的是什么吗？我知道，是圣旨。哼！既然知道，为何拒绝？就不怕本官将你满门抄斩？哎呀，这下真的完了！小陈安啊，你怎么敢抗旨啊？好，这下没人能救得了你了。我不去长安。大胆！不，大人，安安还小，他不懂事，别杀他，他杀就杀我，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！看来袁道生的卜算有误，这个小家伙一点武艺都不会，根本不是什么文武全才，能助大唐走向巅峰的天降福星。小娃娃，告诉本官，你为何不愿意去长安？太好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可恶，小鬼，让你逃过一劫。我还要参加科举呢，今年县试，明年州试，后年会试，我要通过科举，堂堂正正的去长安。堂堂正正的去长安。他还要参加科举？他难道不知道大唐大部分官员都是通过举荐当官的？哎呀，估计是他母亲不懂仕途之道，告诉他只能通过科举才能当官啊！呵呵，小蠢蛋，你都不知道自己错过了多大的机缘。果然还是个小鬼，罢了，吾再提点他一番吧。小娃娃，你可知只要获得天子的赞许，官位唾手可得？知道。既然知道，为何还拒绝去长安？我才不愿意走后门。我要通过科举，我要3元及第，我要名震大唐，我要堂堂正正的当官。3元及第，自大唐开国以来，从未有过3元及第的先例啊！难道这小家伙想开创历史不成？3元及第，不自量！原来如此，看来小娃娃你很有自信呢。当然。哼，好大的口气！这里谁是最高的长官？下官江陵县县令吴文轩，不知大人有何吩咐？你们莫要打扰，我要考一考这个小娃娃，看他有没有真本事。若没有，本官就当场斩了他。什么？要砍死宝宝？哼，想多了吧。走。二位亲家，安不会有事吧？亲家不必担心，小陈安的才学你还不清楚吗？若是考教武艺，我倒有些担心；但是考教才学吧，天地都将为之震惊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们就吹吧，还天地都会为之震惊。他才7岁，就算从娘胎里开始学，那也比不过学富五车的李靖大人。你们不会真以为他是生而知之的天生圣人吧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你怎么还没走？这儿不欢迎你。
我等李靖大人斩了这个假冒神童的小鬼，自然会走的。你没机会了，小陈安一定会通过考核的。他要是能通过考核，我亲自给他当马夫，给他牵马。记住你说的话。小娃娃，本官对四书五经、诸子百家、天文地理等都略知一二，也别怪本官欺负你。说出你最擅长的，今天就考这个。哎，巧了，四书五经、诸子百家、天文地理，我都学过一点点。大人，请您随便问。哼，到现在还这般吹嘘，你莫不是以为本官的剑不利？大人，您的剑不结实，未必能砍下我的头颅。哼，小娃娃，本官的剑可是由天外云铁打造，吹毛断发，削铁如泥，随本官征战沙场，斩敌数千，怎会斩不下你这小小头颅？试试就知道。好，看来本官是被你小瞧了。我看也不用考教，在此地将你斩了。小娃娃，你就安心去吧。什么情况？剑身呢？剑身碎了，这怎么可能？大人，我就说您这剑不结实吧。剑身怎么可能碎了？究竟是什么时候碎的？难道是他做的？他才7岁，怎么可能有如此实力？我师兄裘然客都没如此实力。不，这一定是幻觉。大人，您还斩不斩了？不斩就开始考教吧。宝宝肚子饿的快打雷了。不管是不是他做的，先完成考教再说。哼！既然如此，那就开始考教吧。这都2个时辰了，怎么还不出来？喂！什么情况？是什么情况？李大人被击飞了！传闻大唐第一武道的李靖大人竟然被击飞了！这怎么可能呢？好恐怖的力道！没想到他不仅文采非凡，武道实力竟然也这么强，文武全才，文武全才呀！你斩宝宝一剑，宝宝回你一掌，很合理吧？合理，合理就好。什么情况？是我儿把李靖大人击飞的？我儿有这么厉害？娘，俺饿了。好，娘带你吃好吃的，走。我要吃娘做的皮蛋瘦肉粥。好，娘你真好。大人，不知小陈安的考教结果？可怕，恐怖，诸子百家无一不通，天文地理皆有涉猎。他的才学远胜50倍不止啊！这怎么可能？这么说，小陈安的考教是通过了？通过了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要立刻上奏陛下，告知这次的考教情况。哎，对了，大人可别忘了告诉陛下，宝宝要3月及第，亲自考入长安。3元及第，亲自考入长安，他真是这么说的？是的，陛下，这些都是李靖大人奏折里写的。既然如此，朕就给他这个机会，传朕旨意，荆州加一场周氏恩科。我倒要看看这个小家伙到底能不能3元及第，是不是国师预言中的那位能兴大唐之人。听说了吗？天子要加开恩科考试，我们又能再考一次了。太好了，我今年落榜没有考上，这次一定能。陛下体恤我等学子不易，特开恩科，当真是好皇帝啊！天子万岁！
哪里是为了天下学子特开恩科，只是为了那位7岁稚童罢了。给。连皇帝陛下都特意为你加开恩科，小夫君真厉害。青儿姐姐，别叫我小夫君了，我们还没成亲呢。定亲了就算，说是吧，幼娘姐姐？青儿妹妹说的对，你说呢，玉珍妹妹？是的。哎呦，对不起，夫君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娘救我！这个是你跟媳妇儿之间的事儿，娘可不插手。哦，公子到地方了。太好了，终于可以开始考试了。我宣布，周氏恩科正式开始。哎呀，厉害呀！钦点陈安为荆州府试状元，令马上于京都开设一场会试恩科，长孙无忌为监考官。诺。我宣布，会试恩科正式开始。钦点陈安为3元及第状元，即刻召他进宫觐见。这就是那位小神童，果然灵气不凡，不愧是能3元及第的天才。臣携3元及第之状元郎陈安参见陛下。这就是李二吗？看来也没什么特别的嘛。小陈安，快行礼。哦，不用跪下。为什么呀，靖哥哥？大唐不用跪拜礼，还有，别叫我靖哥哥。为什么呀，靖哥哥？怕等会儿你死的时候连累我。哎，罢了，你想叫就叫我。靖哥哥。陈安参见天可汗，圣人可汗，公元6世纪最强男人，世界最强国家的合法拥有者，万邦来朝的缔造者，大唐文武大圣皇帝陛下。你刚称呼朕什么？天可汗，圣人可汗，公元6世纪最强男人，世界最强国家的合法拥有者，万邦来朝的缔造者，大唐文武大圣皇帝陛下。你先等等，朕可不记得自己有这么多称号。这是陛下您未来的称号。未来的称号？你是说朕将来会和你说的这些称号一样厉害吗？是的。为什么？之前是因为历史，但现在因为大唐有我陈安。狂妄大胆，口出狂言！小鬼，其他的朕先不问，但你知道，一位中原的皇帝获得天可汗、圣人可汗尊号，意味着什么吗？代表陛下，您征服了草原。你既然知道，那如今草原突厥空闲30万，朕如何征服？就凭你这句话吗？啊！他竟想当我们大唐的宰相，竟口出狂言，3月平草原！我看这小鬼啊是疯了！安静！你告诉朕，
朕如何平草原？若答不上来，满门抄斩。陛下慎重啊！是啊，陛下，他还只是个7岁孩童啊，请陛下三思而后行。陛下，虽然臣也不喜欢这个口出狂言的小家伙，但他的诗词才华天下第一，望陛下三思。都给朕闭嘴！谁再求情，视为同罪。快说！若我为宰相，3月平草原。小家伙，你还真的是犟！罢了，看在你喊我敬哥哥一场的份上，拼死保下你吧。完了！看陛下这样子，当真是气到极致了。唉，可惜我大唐要痛失一文学大家。坚持本心，直言不讳。若是早几年遇到他，或许能借我一波。可惜，喂，小家伙，快服个软啊！在公园门口，嘴不是很甜吗？现在怎么这么硬啊？完了！我不想让正事干和你结亲，不会被陛下迁怒。这就是你给朕的最后一个答案。是。既然如此，来人！陛下，陈安欺君罔上，将他打入天牢，秋后问斩。诺。唉，最终还是到这一步。靖哥哥，你可别想抢我的风头。把物件有什么威力可？什么鬼？世上就有如此厉害的武者？尽管我已经很高估他的武道实力，但现在看来还是低估。小陈，趁现在快跑！跑？陈安大人呢？快去找！陛下，您是在找我吗？待如何？我想问陛下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以我之实力，可否万军从中取敌将首级？剑仙手段，自然可以。哼，那如果突厥和大唐爆发大战，突厥首领忽然阵亡呢？突厥大军必然大乱，我军便可趁机。朕懂了。来人，奴婢在。懿旨，封大唐师圣、3原极地状元郎陈安为大唐宰相，官拜超一品，统领群臣，挟制全军，即刻奔赴草原，消灭突厥。臣领旨。报！启禀陛下，宰相大人已经彻底消灭突厥主力，班师回朝。太好了，宰相大人呐，真的要重重赏他，朕要封他为冠军侯。回陛下，宰相大人挂印辞官离开了。走之前他说什么？快说！宰相大人他说，每代人有每代人的事要做，总不能事事都让我一个7岁小孩子来做吧？小夫君，这就是你辞官宰相的理由吗？是啊，当上了宰相，我才发现，比起当大官，我更想和家里人生活在一起。娘，以后咱们5个人生活在一起，永远不分开。好，永远不分开。